繼續慢慢傾漫畫，漫畫主筆曹志豪為你哋主持嘅。咁仲有喺漫畫圈入邊唔知乜嘢崗位嘅主持阿 Sam。係，大家好，我係阿 Sam。跟住仲有我哋嘅今次嘅嘉賓都係漫畫家謝心龍二。各位好，各位聽眾好。係，歡迎晒你啊！咁今日咁難得揾到謝心龍二上嚟，咁今日究竟我哋想揾佢嚟講啲乜呢？咁首先可以話豪哥，咁你對謝心龍二個印象係有咩感覺？同 Google 反應一樣咯，陌生。咩意思呢？因為其實我喺二戰之前呢，其實我係好耐之前呢就聽過我另外漫畫家朋友袁家寶講，就係幫過佢手一段時間嘅。咁跟住之後呢，再做乜嘢呢？其實我係冇聽過，即係以我咁八卦都未聽過，應該係冇好深歸簡出㗎啦。我估佢都咁，所以直至到二戰嘅時候呢，多人談論少少嘅時候，咁嗰段時間我哋開始謝心龍二究竟係真名係乜嘢，同埋以前做緊乜嘢，冇理由突然間爆出嚟噶嘛。哇！你講到咁神秘嘅喂，係幾神秘，所以我話 Google 都話神秘，應該係好神秘啊。喂，咁今日我哋請到佢上嚟嘅喎，應該唔神秘啦，揭開呢個神秘面紗啦，係咪？唔係近年我諗佢唔神秘啦，其實都幾活躍嘅。咁喺我哋漫道 battle 入邊咧，咁其實佢都一個好重點嘅作品啦，《不是人間》。咁不如你自己講下。不是人間基本上係我漫道入邊第一次，即係嗰陣時嘅漫道周刊第一次連載嘅我一篇嘅個人作品。其實如果認真啲嚟講咧，佢不是人間咧更加係我正式嘅屬於自己嘅個人作品，因為之前嘅二戰咧基本上個故事啊大綱都唔係我去主導嘅。咁只係當時只係細節上啊，我執啊咁樣啊，盡量潤色下，或者係將佢娛樂性高啲啊咁樣。基本上嗰陣時我都只係一個執行導演咁解嘅啫，所以呢個不是人間就一手一腳啲咯，係啦。喂，咁不如喺講深入咁探討作品之前，講下你嘅漫畫經歷啦。咁其實以我所知，謝心龍二你從事咗漫畫都其實好一段時間㗎，即係唔係話依家啱啱開始由二戰到不是人間。咁點解以前你講從事喺漫畫呢個崗位嗰度，你係負責邊一 part 嘅咧？咁或者經歷係點？咁其實同好多我諗愛好漫畫跟住投身港漫界嘅人士嚟講咧，其實都係一樣啦。開頭都係做助理啦。基本上我開頭咧就係投稿去玉郎集團嘅嗰陣時，前身嗰陣時嘅應該係80年代尾嗰陣時噶啦。咁嗰陣時可能佢覺得我造景好，我基本上入咗職冇幾耐就已經去做景噶啦。咁豪哥80年係咪即係所謂以前港漫嘅黃金時代？80年我未入行，未入行，已經未出世嘅。80年代尾啊，90年代頭，其實基本上我都唔係咁記得係尾定90年代頭啦。即係咁上下啦，咁上下即係大概90年。大時代差唔多噶啦，92係啦，大時代92年，即係真係大時代。即係如果嗰啲時間，其實應該係漫畫都幾黃金嘅年代，即係仲係一個幾高峰添。其實係咯。但係嗰陣時我初入行嘅啫，咁基本上第一入去就係做龍虎門嘅，做龍虎門嘅，後尾做咗好似做咗我都唔係記得，做咗2-3個月就做警啦開始。咁之後陸續以嚟嘅發展咧，可唔可以大家講？陸續以嚟嘅發展就唔夠，好似唔夠2年到啦。咁93年定94，我其實都唔係咁記得啦。就應該93年到咧就入咗去就阿袁家寶嘅神王，幫佢做製作助理，而入咗天下嗰度開始做製作工作嘅。嗰陣時都係最多人，當然都係主力就係做個景，有時落下彩都會試過下嘅。你嗰陣時用謝心龍二呢個名未嘅？冇㗎，嗰陣時助理唔會有嗱，好明顯呢個係筆名嚟㗎啦。呢個名基本上我係二戰嗰陣時諗出嚟嘅。咁嗰時用翻真名喺書嗰度。係啊，真名。你如果熟知我嘅人，你都知我叫謝燦光噶啦。咁嗰陣時你就應該就可以揾到嘅咧。某啲書會揾到我嘅製作名單嘅，基本上係啊。哇，咁即係可以話你即係除咗龍虎門，又經歷過神王。係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擔當呢個可以話係一個幕後嘅。可以咁講啦，可以咁講。咁之後咧就其實做咗神王都做咗，我都約略記得都係2年到啦。
跟住就投稿去當時嘅文傳嘅。哦，文傳但係後尾咧半途而廢嘅係，後尾冇再做因為咧嗰邊投稿作品都冇出到世㗎。後尾輾轉咧就幫咗自由人入咗自由人嗰咁我想問啦，度再做助理如工作。果冇出版過嗰套作品，其實係咩問題咧？係你嗰陣時我唔細講啦，有少少人事變遷，跟住就文傳方面就嗰陣時就明確表示唔會再出㗎啦。哦，即係被動嘅你係。係我係被動嘅， OK 因為其實嗰陣時新人嚟㗎嘛，嗯咁唔再出啦，咁咪都要揾食啊，咁咪出去做翻助理咯，即係咁嘅意思。咁接住之後嘅發展，基本上咧喺嗰陣時咧，我就某程度已經放棄咗做主筆㗎啦。冇乜點打算嘅，我諗住都係做助理繼續落去咁就算㗎啦。咁啊基本上之後就做咗自由人啦。咁嗰陣時都90年代尾㗎啦。係。跟住再做紅絲啦。即係係啦做下嗰陣時就做一啲嗰陣時嘅基本上都唔係淨係做景㗎啦，做人啊、起稿啊乜都有㗎，一腳踢㗎啦。咁後尾之後離開咗，咁啊再做好多自由設計嘅工作啊咁樣啊。咁係後尾咧就轉轉咧就認識到余峰呢個老細，就想投資搞下漫畫，咪同佢整咗本二戰出嚟。就係呢個契機啦。係啦。創造咗依家嗰個心路歷程有啲改變嘅。林老至覺得唔做主筆，好似成世人就冇噶咯喎，咁樣人老咁樣又手麻痹手軟，咁啊畫唔到嘢咁啊，好啦，咁啊再執翻你支筆嚟決定。即係再試一次喺萬年嗰度再提起少少勁，係啦，提起少少勁咪。但係主筆要好多自信先得嘅喎。係咯，突然間哪裏來咗咁大嘅自信咧？其實自信就睇你自己點睇嘅啫。你如果太咪其他人點睇你嘅，其實你呢個自信其實反而我覺得好脆弱嘅。你自己 OK 咪得。即係信自己。你信自己係第一步。跟住就俾時間畫。抌啲嘢出嚟就第二步。但係咁都講翻啦，咁始終作為主筆同助理，其實一個我諗阿豪應該好明白啦，想請教你。其實最主要係咪一個能力上，即係起碼你做主筆，你個認識漫畫技術方面係個範圍要好廣嘅。我諗應該係咁講，就係話你有幾了解自己，幾相信自己。即係當你了解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度，就有份自信可唔可以承擔得起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好睇自己嘅，究竟信唔信自己可以承擔起呢個責任？其實都有樣嘢再講下嘅。其實咧，每個人做主筆咧，你話幾中意畫自己嘢都好咧，其實即係坦白啲講句啊，你一定係想自己抌出嚟啲嘢，最低限度係有人理先。咁當然啦，而家唔係有人讚，係有人理先。但係而家漫畫因為而家已經同舊陣時好唔同啊。你而家有人理都好難所以個 set 嘅底線係真係越嚟越底嘅。即係其實你當時個心態都我都係㗎，有人理就算㗎咋。有人理，仲要係第一套作品先，有人理算。我當然係經過計算嘅，我諗咗好多心思落去點樣至喺有限嘅資源入邊，咁我冇理由買晒地鐵燈箱廣告㗎，冇可能㗎，係咪啊？咁齋一張白紙變成一套作品，又當時有阿余峰呢個老細咁樣就投資咁樣，佢亦都唔會話抌到好多宣傳，係咪啊？當時佢嗰陣時就話會玩書展嘅，就有寄攤去擺嘅，但係後尾都冇咗。有啲問題我唔知啊，後尾都擺唔到書展，咁啊變咗就咁掉咗出街咁樣咁變咗我就喺有限嘅資源入邊咧，我都會諗下。我唔可以嘥咗呢個響度嘅機會咁樣，咁基本上入邊有好多計算嘅，咁如果要細講都好長篇。最後其實都算成功啦，起碼好多人認識謝燦光，唔係謝新。其實咧講真啦，最簡單嘅方法咧，喺有限資源入邊咧，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畫工嘅啫。其實好坦白嘅呢樣嘢，唔使講其他嘢。但係反而我想聽下喎，你話計算咗好多啊嘛。咁不如詳細啲講下你點計算法，計咗啲乜嘢啊？唔係頭先講畫工，你用因為取材係余峰已經定咗啦。
佢係一個科幻故事嚇，咁其實我都加咗啲意見落去嘅。咁有好多佢開頭個故事咧，嗰男女主角咧係兩個男人嚟嘅，係啊係啊，男女主角係兩個男性。咁我就夾硬同佢改，即係 sell 佢啦，咁佢都 buy 嘅我話唔得，一定係一男一女咁有好多細位就係個細節上咧，其實傾咗好多嘅，我都加咗好多自己嘅心思落去，即係吞過晒成，吞過晒，即係你咁樣至有個衝擊嘅化學作用咯。因為其實佢個故事我就當時睇咗咧就略嫌咧就如果係一套荷里活片咧係 OK 嘅，但係咧你如果成為一篇漫畫咧，你個吸睛力咧就差咗少少。咁其實我都抌咗好多意見，我個古仔冇都有喐過少少，但係基本上你唔可以脫離佢太多，咁咪變咗咧，我可以喐嘅情況之下，我都加咗啲意見落去嘅。即係我回應翻阿豪頭先提嗰個問題，就話嗰個計算就係一個就係故事上啦，你已經係再修整過啦。即係如果你覺得係計算上，你覺得加咗女角就計算之一。係啦，其實係好重要嘅，我覺得呢啲嘢。其他咧其他譬如黑白漫畫出版形式啊嗰啲啊，即係之前有研究過，可能係彩色嘅，有機會。彩色其實反而我佢都係即係有諗過黑白嘅，佢都係黑白嘅，都係黑白，我都好贊成嘅。因為咧，其實咧喺個市場入邊咧，當你全部都係彩色嘅時候咧，你係抌半黑白出去。當全部都係黑白嘅時候咧，你係抌半彩色出去。咁有冇就係咁樣嘅啫嘛？我覺得。咁依家出到嚟嘅二戰係一本精裝本啦，我哋叫做。咁當時有冇諗過係一個好似港漫形式、薄裝周刊形式咁樣？其實冇諗過，因為咧個市場你個資源有限，又冇一班製作有好實力嘅製作團隊咧。我話俾你聽係唔係咁啊？當然當時阿余老細咧，基本上都預蝕噶啦。咁你而家邊個唔預蝕㗎？係咪啊？志在個人嘅啫。響下朵，大家響下名咁樣，但係你蝕咗都要攞翻啲嘢咯。明白。你唔好蝕咗都冇人理咁解咯。喂，咁頭先提到咧，製作個過程亦都需時啦。喂，咁大約前後成套作品做咗幾耐？其實咧，因為成200幾頁咧，都製作咗。幾多人做先當時？基本上得我啦，咁樣又有少少新進嘅後生仔一兩個啦，幫我落下網咁樣。哇！咁基本上都佔咗好大比例，都係你一個人完成。做景基本上都係我做晒噶啦。景人都係你做晒啦。景人都做晒噶啦。因為你監控到質素啊嘛。咁阿余老細又冇時間俾我，最主要冇時間俾我。咁好。佢都係一筆製作費咁樣嘅啫，冇時限咁啊，變咗我就蝕咗自己少少生活費咁樣啦。咁你咁樣做，梗係食谷種啦。做咗幾耐啊？咁每日買2個飯都得嘅，咁 OK 嘅。我嗰時唔理啊，咁啊，總之抌咗本嘢出嚟，見得係人。前後做咗幾耐？做咗年半到咯，實際係年半到嘅其實。哇！咁年半，喂，咁依家因為我哋睇過嘅讀者都覺得，喂，啲畫面都好精細啦，同埋好多故事都即係有佢嗰個特別嘅地方啦。即係由你構思到去製作畫嗰度，你都花咗唔少心思，咁都用咗年半。咁豪哥其實喺你角度都算快喎，即係我覺得都幾快，都合理啦，係嘛？首先我唔會咁做先啦，即係我唔會理解得到係即係究竟用呢一種咁仔細嘅方法，因為我覺得如果佢個方法咧，其實係一種分工先做到嘅。如果個人化，其實唔應該咁處理法，所以我覺得就係對我嚟講有啲匪夷所思嘅。因為我計算咧就係撇除咧好行內嘅計算去做啊嘛。咁因為你有咁嘅宗旨同埋有咁嘅能力，再當然啦要加埋啦。咁你咁樣做，你至有少少回響咯，我覺得。係明白。因為好簡單講過去啊，我有信心咧，如果二戰咧早10年出咧，可能個輸數咧 OK 噶。喂，咁嚟緊，不如我哋假設嚟緊二戰。但係因為你二戰出嗰陣時咧，出嗰陣時嘅社會生態咧，其實個出版生態已經唔同晒。係。即係呢10年咧，大家都知道變化好大。尤其是咧，我覺得咧，一手機一出咧，即係其實唔係翻版嘅問題啦，已經係一個成個後生仔，尤其是後生仔個生活態度全部改變晒嘅時候咧，你其實漫畫好難做。咁講啦，即係話其實係二戰係你即係漫畫歷程一個階段啦。咁係咪即係話不是人間係你另一個階段咧？
咁樣我冇落睇得咁大嘅，只係第二套作品咁解嘅啫。咁我嗱一陣間我哋翻嚟再傾下就另一個階段嘅不是人間先。係啊。